乡亲啊，这个阿强啊，搁来乱咯！昨一天有8架的军机进入咱的西南空域的防空识别区。台湾的防卫军力到底要安怎来强化呢？这个武器是其中之一。美国搁卖武器给台湾咯。美国的路透社来报讲，美国的国务院将要甲4架 MQ-9的死神无人机卖给台湾，总金额是新台币171亿。这种外号号做死神的美军 MQ-9的无人机，9月时阵捌出现伫美军的太平洋军演。迄当时，搁捌强发现到美军的制服顶悬有绣着红色的中国地图，这显示美军协防印太地区的决心。路透社透露，美国国务院马上就要批准要卖台湾4架 MQ-9的无人机，这原来是美国头一届对外出售这种的飞机。美方也一直按照程序来走。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编到2021年的预算里面。目前为止还没有接获正式的通知。那么将来接获正式通知之后，我们会编到后续的年度的国防预算里面。MQ-9 无人机是武装型的多任务远程驾驶飞机，主要是用在动态执行目标，嘛会当情报收集，同一个时间，佫会当炸飞弹进行远程攻击。路透社表示，这4架要卖给台湾的无人机，是用称作是海上卫士的 MQ-9B， 同时原来配有侦察设备。这种 P3C 和 MQ-9B 未来的搭配，可以让你整个监控、持续监控的范围更为绵长。那因此，不论在军事这个层面，或者结合印太战略这个政治的层面，对于台湾来讲，可以说是都有很大的帮助。这架死神无人机最近上出名的就是伊伫1月的时阵，捌弹掉伊朗的将军苏莱曼尼。美军这个时间对台湾提出军售案，除了要加强台湾甲美国的关系以外，嘛会当感受到美国想要帮助台湾自立自强的用心。